可以看到商人或享用性财的人，无论获得多少的财物，无有利益。如果有往昔布施的果报，有些人虽然不仅少分金勤劳作，但是他们一生中都是财源不断。若想财富滚滚而来，就必须精勤与共事。南瞻部主是业力之地。所以相当就是在那个有些商人也一样，或者是在那个善用性财的那些行者也一样。那么如果是在有些商人，他就是在经济努力的做事情、做生意等等，得到的钱如果是多少，他有过去的福报有多少，就刚刚好，然后就是那个到他的这个过去的福报的位置呢，就是不需要做太多的努力也是可以到。那么如果是在没有过去的福报的情况下，那么你再精进再努力，算是你赚到了一些钱或者什么，也是马上就没有，或者是别人偷走或者是骗走等等等等的这种，那么带来的都是痛苦跟遗憾那么就是善用性财也是一样。那么有些怎么说呢，享用性财的人，那么就是十方来的钱没有去好好的利用，一直都是存起来的话，那么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也是一样的，对你没有任何帮助的。那么同样也是这些，说不定有一天被人家偷走，或者是被人家骗走，或者被人家夺走等等，有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会产生，所以这也是一样的就不会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就是如果是在一个商人来说的话也是一样，那么这里面那提到的就是要有满足。到了一个时间的时候呢，就是刚好自己能够知道自己就已经可以的时候呢，就是要多做善事，要布施跟供养那么金钱对人类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能够可以得到一点点的金钱，也是自己的辛苦跟汗水换回来的，相当也是换回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能够可以珍惜金钱的部分，不是说只是存那么珍惜是什么样子？用金钱来我们去相当就是换回来一个对我们自己生生世世当中真正的有利益的方式利益的福报，这个才是最怎么说呢？最要懂得去做的事情。不然如果是我们一直都是知道金钱是很重要相当就是一个人来说的话，就挣钱是很辛苦，而且是挣到的钱是很珍贵懂得这些的情况下，那么一直都是不知道怎么去使用，一直都存起来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帮助的。到最后的话，就是导致像比如说一个人在他快要死亡的时候，有很多钱存起来的话，他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他会安心呢？如果是家里有家庭父母或者是小孩等等这些家庭非常圆满的一个父母，相当就是父母自己是父亲或者是母亲，家里呢就是自己在一生当中非常努力的就做了很多事情，也存了很多钱，但是你现在呢就是得了重病，就不得不死亡，不得不面对死亡。这个时候呢，你的家里你的后面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你比较安心呢？有很多小孩，是不是你比较安心？而且有很多钱可以存起来的那么如果是没有任何小孩，你存了很多钱，是不是你比较安心？都没有。你有家人也好，亲友也好，什么都是不是什么真正的会带来给你什么真正的安心的原因那么如果是你有很多钱，你有心爱的3个小孩，那么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你对他的心一样的，所以他们今天呢为了你的钱会争吵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这些所有的因果就在你的头上。所以呢我们必须得要知道自己的福报才是最重要的，能够可以圆满福报的人呢就不需要面对这些，什么都是非常圆满的
如果是没有福报的情况下，什么都不圆满，不圆满的情况下，那么就并不是说是只是努力的就能够可以解决的。唯一的可以努力的部分呢，唯一的努力才是真正的得到你永久的快乐的方式是什么？努力的学习佛法，努力的断除实践的这些执着，那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会得到更永久的利益。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我们必须得要怎么说呢？从小的部分去学习的。那么在这个怎么说呢？享用善财的，那么享用善财的大部分很多都是出家众或者是在传法的上师等等的这些那么在这个你说从四面八方得到的所有的这些金钱都是存起来的话，你的银行的存折里面有很多很多钱的情况下，那你最后做的时候一样也是带不做任何一毛一分钱。那么这个留下来的钱到最后谁会利用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十方来的这种善财呢，这个如果是不管是多长时间里没有好好的在利用在该利用的地方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所有的因果都在你自己要背。所以这也是一个，所以就相当就是相用善财的一些，像比如说很多的出家中，或者是在很多的上师，那么在一个出家中的一生当中的真正的任务是什么？当然是修行。用什么方式去修行？利他人而自己修持。所以自利利他是一个出家人的一生当中必须得要做的事业。所以这个事业要做得好，那就是可以利益到自己，也利益到他人。那如果做不好，那利益不到他人，甚至有利益到他人一点点，但是也是没有办法利益自己。所以到最后所有的业力都是在自己的头上所以没有任何的利益。到哪里？南瞻部洲。对，南瞻部洲是怎么说呢？南瞻部洲是业力之地。业力之地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特别明显的很快的能够可以出现的就这个意思。相当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所谓的南瞻部洲，我们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范围就是相当就是说在我们人间好了，可以这么讲，我们人类世界可以这么讲，人类世界呢就是有业力之地。怎么讲？业力之地是什么意思呢？今天你造业或者修善果报是非常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可以这么讲前半生造业，大多数后半生就会成熟果报。如果遇到殊胜的福田，瞬间也会成熟。所以为了发财，便以偿还手段经商，或者精勤图道等不与取者，即使所欲所希，必到而驰。所以这些相当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谓的福报跟没有福报这两个的区分也是一样的。总的来说的话，就所有的众生都是需求安乐，喜欢幸福跟快乐，不喜欢痛苦，就这两个。我们现在呢寻找快乐跟幸福，那么在这个快乐跟幸福之间来说的快乐跟幸福来说的话，也是有一个怎么说呢？那个短暂性跟究竟性。那么我们在佛教徒呢，在学习佛法、修持佛法是为了什么？得到短暂跟究竟的幸福跟快乐，也需要短暂的幸福，也需要究竟的幸福。那么从究竟的幸福和短暂的幸福这两个有没有什么矛盾？这个并没有矛盾的。因为所谓的佛教徒所讲的短暂的幸福，有些人所谓的佛教徒是相当就是修行是苦修，
才是会得到这种成就。所以呢，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幸福，会有这种想法的人？但这个呢，就是完完全全他们并不是了解佛法的平常的很普通的人所讲的。那么就是一个修行者，看起来他的生活跟他的这些环境，有些生活者的环境跟这些外在是比较辛苦的这种的感觉，但是实际上一个修行者的内心呢，并不是那么的辛苦，并不会辛苦，而且是非常充满快乐。原因是什么？他已经完全了知了这生生世世当中的究竟涅槃的方式，而且知道了这种究竟涅槃的所有的利益，所以他的心里呢，比任何人快乐，比任何人幸福，比任何人满足，得到了最幸福的这种程度所以就是我们实践人所看到的他的外在，好像他在山洞里面修行，生活也很艰苦，所以呢穿着也是很普遍，所以很土的，所以就这种来说到就哇，这个是苦修那么这个来说到我们为什么就把这个实践的这么好的这种享受换成这么辛苦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根本就做不到，会有这种的想法。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就实践上最享受的那些人，在过高等生活的那些人，他心里的欲望是越来越大，然后心里的烦恼就是比任何人重所以就很多人呢，就是在没有办法睡着那么晚上也没有办法睡着，白天也一点也不自在根本就是没有任何轻松的一些日子。那么实际上来说呢，他的生活是非常好的，就像现在的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来说的，那么这些人都是住什么？住豪宅用的是什么？都是最高等的高级的东西，但实际上内心是什么？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而且那些人的辅助手段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就是为了自己得到利益，想要杀死一个人，主要是没有人知道他都是敢杀的那种人，那心是很毒因为什么？太贪心了，太有欲望了，必须得要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总的来说的话，就太无耻了，太无明了，愚痴了，所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利益是什么。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一生的时间有多长，然后就是会不会有一个下意识，或者会不会有因果报应，这些都根本就想不起来的那些人，那么就跟其他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分，像老虎狮子那些没有任何的区分的。那么虽然他现在在人间，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很不错的高等的生活，这种活在一个幸福的这一种环境里面，但实际上内心已经是进入了地狱或者是恶鬼所以我们要知道南瞻部洲是会因果最快速发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另一个角度去想。那么相当就是我们种地是什么时候开始种？一年四季有一些时间是可以种，有一些时间会出果，对不对？那么就像这样的一个人的轮回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人的时候可以种福报。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动物，就是一只老虎，一只狮子等等一个动物的话，没有任何可以种福报的机会。那么如果我们是今天生在地狱中或者是恶鬼中，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种福田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在六道之中最好的生在
怎么说呢？那个天堂啊，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种福报的。只有我们人才是有种福报的机会，只有我们人才是可以有种很多福报，而且可以决定下一世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们都是说，人生是非常珍贵。同样的，也可以造业，相当就是在一个动物里面，一生当中都是有怎么说呢？杀生为生活的，像老虎也好，狮子也好，那些某个动物等等的这些动物，那我们看起来一个老虎一生当中会杀多少的生？等到它最后老了，没有办法捕猎的时候，它会饿死以外，它如果是没有病死的情况下，最后都是会饿死的。这个之间呢，它出生到这个时间有多少年？一个老虎的生命，人类的多少年？这个过程当中，它有杀了多少生？那我们就比较一下，任何一个人比，我跟他谁的业障是最重？那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像我们没有像老虎那么的，怎么说呢，恐怖所以我一定是比他更好，会有这样想。但是人的一个思念，就超过了一个老虎一生中的造业。一个人的一个创立的思想，相当比如说创造那种原子弹等等的那种一个想法，就完完全全超过了100条或者1000条老虎的这个一生当中的杀生的罪业，所以人类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人类呢，就是修善跟修恶都是迅速能够可以成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所以我们这个当中呢，就能获得佛法的人在佛教里面所讲的，就有下满人生的人才是最珍贵不过的。在这个6道轮回当中，没有被下满人的，没有被下满人生更殊胜的一个动物，因为它可以直接在一世当中可以决定它的下一世，在一世当中，它短短的这个人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它可以决定以后的生生世世，所以就最珍贵、最殊胜的，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动物天然既然幸福，但也没有办法决定下一世。地狱非常痛苦，也是没有办法决定下一世。人类痛苦与幸福都是在穿插的，在人的一生当中，经过了很多的痛苦，经过了很多的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的一个机会就是，他也感受到痛苦，他也感受到幸福，他感受到幸福，所以就知道幸福的珍贵性，所以有智慧可以考虑在永久和短暂就这种的区分。所以人类的这个众生才是有真正的可以解脱的机会，所以就最珍贵的所以这里面今天所讲的相当南瞻部注是因果之地，也是一样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业跟善的国的这个种子都是作为人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种下去而且是快速能够成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自本作人着康中